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14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咱先赶紧来关心，伫咱台湾有超过60万人使用的电动机车 Gogoro， 即马去用标出因公司为着要压低成本，却是使用中国制造的零件，用生产地方式来诈领补助金。Gogoro 昨昏召开董事会，创办人陆学新宣布甲董事长的职务辞掉，由润成控股董事长詹万达来接任董事长，安阳原地台湾总经理强家伟是来接任代理执行长。电动机车大公司Gogoro传出人事大地动，13开董事会了后宣布，创办人陆学新正式董事长甲执行长该由润成投控董事长，也是轮泰集团副部长詹达平接董事长。外界理由陆学新起自甲Gogoro涉嫌用生产地方式违规使用中国制零件，诈领电动机车补助关系。不只是我们现在有的这个投资人。在这个 prospect 里面呢，我们润泰集团的尹总裁这次也有参加。从第一次我们 founding 公司的时候，到现在每一轮他都参加。经济部说明，根据电动机车补助要点规定，控制期要伫国内产制，买电动机车的消费者才能申请买车补助。之前确实有收到检举案件，指Gogoro电动机车控制器毋是国内生产，是为中国进口。Gogoro 13暗时开记者会，除了宣布董事长的竞选，原台湾总经理强家辉会接任代理执行长。对陆学新是毋是生产地相关事件请示负责，强家辉并无继续回应。经济部产发署已经在调查，各接职业者来讲伊意见。目前已经准备好审查文件，按算9月底会开审议会议，由专家学者来进行审查。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有一个查某人委托一个姓黄的查甫人买电子烟。付钱了后，煞是一直拢无收到货。伊找因男朋友去甲催，双方煞是起冤家。昨昏尾仔嘛，双方约谈破，煞做安尼起骹动手。一个查甫朋友等等3个人去互刀扑着伤送病院，其中有人镜头嘛去互扑断去。落尾手，警方甲这个姓黄的查甫人等等6个人抓起来，先后以伤害等罪来送办。来看自由时报，荷兰国会众议院12通过友台动议。内容讲到联合国第2758号的决议，并无涉及台湾，嘛无排除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资格，叫做欧洲头一个通过类似动议案的国家。来看中国时报，金华城这个案有重大发展。台北地检署13传唤台北市前督法局局长温景模来作证，初审怀疑温景模伫2020年接受台北市议员应晓薇订正了后。同一年4月份，金华城提出申请用这种的方案。卫经部明记知影，督法局认为有道理的议论，主要是核准送都委会来审议，促成金华城提关用这律。检察官认为卫经部涉嫌道理维经集团的嫌疑重大，当场甲伊由证人转做是被告。讲到这金华城的案件，检方昨昏是第2届提审郭文德。郭文德因牵手陈培基公布口座的细节，5条钱加起来是1628万。伊嘛强调讲，这钱拢是清清白白的。针对郭文德开4300万选举的补助款买办公室，却无用民众党的这个名义，陈培基承认讲是思考了无够周知。另外，检调嘛查扣保险箱，发现内底有金仔甲现金等等。外界质疑讲，这财产并无申报。嘛有民代呼吁讲，都要甲金流交代互清楚，才是重点。双手红扣起来，但是表情看起来真轻松。各项介好的法警在讲话，民众党主席郭文特刚入金华城用这案，涉犯贪污道理红基亚禁见13号北检第2摆提审。柯主席他有这个金流上面被指，没有办法评论。等到12点外，郭文特结束侦讯，登去看守所。所以来北检第2摆提审当地的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应晓薇。你说有什么愿望吗？是省市经费有
经晓为双手红扣起来，无啥物表情，行入去地检署，一直到下晡4点半左右才结束精神同押登去看守所。早一点我说什么？检验持续侦查，经发生案的金流，将台北市督法局长黄景无13本底是以证人的身份红传过去，但是当庭准被告，尾暗晚5点外红以上北检来获讯。郭文泰因某等袂期12才接受媒体专访，公布口座的细节，当中5大条金流1628万，强调因兜的钱拢正当清白。那这个就是对于我这几年2016年年底来到差不多6年。2016年差不多8年吧，以来我家里的那个现金的一个来源的一个证明。不过郭文泰用4300万的选举补助款买上班，算不上民众党的名义，但不其承认这欠考虑。他那个就是中介出的一个，就是有经手人，然后就写了陈佩琪。可是这个土地的登记就是在柯文哲啊。另外，陈培基讲，郭文泰2018年选台北市长，摕到选举补助款1700多万，靠抵押厝贷款的钱，剩下还有230万，但这互政幕僚甲反驳，讲应该是颠倒了60万。我就是拿所谓他的房贷2000万去减他的那个选举补助款1700万，那因为他有额外好像又不知道，就是应该也那个是他自己的钱啊，就是他有所谓的这个保证金200万，那加总起来的话大概还差60万，所以他必须要倒贴60万。柯文哲不是号称公开透明吗？这种要申报的东西，为什么要像挤牙膏的方式，要在检调这调查的过程当中，要一点一点把它挤出来呢？陈培基承认讲，互检调查扣的第一银行2个保险箱啊，是包括金马、玉甲，另外一个拢有50万块，但是嘛，洪质疑讲无做财产的申报。民代嘛，会有民众党莫阁拍逼chứng牌啊，警交代完整的金流。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中秋特别到啊，为着预防非洲猪瘟拖入来咱台湾，行政院去视导桃园机场的检疫作业，嘛特别提醒民众，中国等等的所在胃病风险目前要真悬，尤其是为中国来的检体验到非洲猪瘟病毒阳性检体的案件，都84趴。呼吁民众唔通违法，甲猪肉制品寄入来台湾，入境的时阵嘛袂使查，若是头一届违法，上重会当罚20万。海关的人员详细检查旅客行李，预防有人炸猪肉制品，或者是糕仔饼内底有包猪肉的鸭。因为中秋就要到啊，为了预防非洲猪瘟拖入来，行政院13视导桃园机场检疫的作业，嘛感谢辛苦的相关人员。我们看得到，从每万件的拆发从3.77降到1.43，我有点担心1.43其实还蛮高的了哈。怎么样来加强宣导，让大家能够认识得更清楚？农业部强调讲，非洲猪瘟边境的防疫，从2018年8月到今年7月底，隆重检验7490件检体，验到747件核酸阳性，也就是有非洲猪瘟病毒的案件，主要拢是为中国、越南、泰国等等的国家来的。边境的阳性率是9.97%，其中为中国来的验到有非洲猪瘟有629件，比例有到84%。那特别是在东亚地区的话，目前就是台湾跟日本还是非疫区的这个部分，那也是我们过去长久以来坚持所得到的这样一个成果。农业部强调讲，东亚的非疫区目前敢若剩台湾甲日本，而且市地甲连带相关的产业产值超过1500亿，边境的检查是袂当放零。嘛提醒民众，亲像五仁、广式甲金华月饼等等的糕仔饼，清在拢有包肉。民众若为外国炸转来，或者是国寄寄转来台湾，拢有可能会去用罚钱。高峰的时候，我们更是不要放松，那能够继续把我们的这个产业维持住，把我们国内的这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维持住。农业部嘛呼吁民众，唔通非法甲猪肉制品的包裹寄转来台湾，嘛袂当炸转来，才袂去互处分。头一届违规的，上重会当罚20万。记者综合报道。中秋食月饼。真侪人拢会趁这个时阵订饼来送礼。这个时阵做糕仔饼业者是无用试试。不过伫台南有一个民众，共注文1100多盒，因对人数，这是价值70多万，定金3万块，若是一直拢唔落，落尾手竟然直接把这订单取消。互店头更较生气的是，这个取消订单的民众，竟然是四界去甲别人讲，是业者嫌这量伤过少，怎无爱接这个单？落尾手店头决定要甲告，以护因的名声。
中秋特别到台南这间饭店当咧赶工，进前线雄互取消1182人数，计共70万块左右，而且对方连3万块定金也无纳。我们要先收定金，才会安排制作。那这件事情对方也是说好，那没问题，他会安排做这件事情的处理。然后到8月底的时候，就是说，一直都收不到钱。那如果今天真的没有办法付定金，那我们这笔订单就取消。取消订单的是台南一个专门咧共招团买米的业者，刊出双方对话内容。捌甲提示讲，若无收到定金，就会取消。过几啊天啊，有员无收到钱，佮甲问伊煞因讲人伫国外口做钱无够，无法度花，只会当取消。业者无奈接受，无收到招团的人煞翻头甲委托买米的民众讲，因为订单量无够，人无要接。互饭店认为商誉受到损害。那我们不急啊，因为我们都是按照有客人有付款我们就出货，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在8月份取消的这个订单，原因是小城市觉得数量太少，没有的东西讲成是有的东西，你把你的问题丢到我们身上来。如果说数量少跟不愿意接，这是无中生有，那可能会有诽谤罪。跟这个损害信用罪的刑事官司，还有民事求偿的法律责任。业者强调，一般落大量的订单收定金是咧保障业者，若无要买嘛袂要紧，不过袂当共乱做，为着要维护商誉，目前当咧甲律师讨论，按算要甲告。记者综合报道。要拿交通的消息，咱要来看，根据交通部今年初一直到9月初6道路安全的统计。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过路人死亡的人数有134个人。也若占上济县市是桃园、台中、台南甲高雄。交通部表示，最近有发现讲汽机车无免让过路人的情形有咧增加，所以会要求死亡事故较济县市都要加强执法来维护交通的安全。新任交通部长陈世凯9月上任，伊表示，道路安全是交通部的重要议题。针对各界关心的过路人安全，根据交通部统计，今年初到9月初6，累计过路人死亡人数有134人，上济县市是桃园市有17人。顶礼拜8月31到9月初6，也有一个过路人伫桃园市车祸死亡。营业大货车，它从文化2路，它要回转进去文化2路34巷口的一个加油站，然后跟行人就是红色的一个步行的一个方向发生的一个碰撞的一个情形哦。然后这主要的一个肇事原因就是车辆未停让行人。交通部表示，最近有观察到汽机车无让过路人，也是过路人违规的状况，拢有咧增加。针对车祸增加数量较侪的县市，交通部要求加强执法，但是说互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大部分批评，无应该把责任放伫警察基层，应该检讨交通法规。交通部也做出回应。大案的改善会从3个面向去做，就是工程、教育跟执法。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监理，因为违规而进而造成死亡事故的县市，如果比较多的。我们是希望这个县市能够加强执法，并不是说有所有的县市，我们是希望说这些事故比较严重的县能够加强执法。交通部表示，有咧透过多方面的手段加强道路安全。另外，针对中秋过节大家行马团圆，交通部也提醒民众唔通过路驾驶，也袂使食酒塞车，保护家己也保护别人，做伙维护道路安全。记者郭文社桂林台北报道。继续来看，有一个住伫咱台湾的日本作家，之前因为台中的北屯骑铁马要去新社，伫这个过程当中，伊看到路边的公车牌啊，竟然是粪扫归堆，甚至还佫有人乌白弹喷伫遐。伊全甲翕相抛去伫网络顶，希望大家会当重视这粪扫的问题。因为咱台湾的民众看到这个消息了后，嘛感觉真见笑。环保局嘛讲，已经有安监视器要来处理乌白弹粪扫的情形。含公车的站牌做伙翕相是真爱叫，因为涂骹有规地粪扫，佮有落来喷含免洗的餐具。伫台湾定居的日本作家、日本人的欧志桑，11日台中市骑脚踏车的时阵发现讲，八墩区东山路一个公车站牌下骹拢是粪扫，佮发出臭味。伊随去找当地的里长，是要发起骑铁马捡粪扫的活动。
他来骑单车的路途，发现东山路沿途就是垃圾，有一些垃圾。他的诉求是说，他想发起响应骑单车捡垃圾的活动。相片内面的地点就伫咧东山路丹东的公车站牌，代志风标出来了后，环保局较紧派人去加强摒扫，但已经引起台湾的网友和其他骑铁马技师的批评，讲这种见效带佮传到日本去。当地民众讲，这本数拢是外地人赛车骑车经过的时阵弹的，很丢脸啊！怎么说？就很丢脸啊！你不觉得这种事就很丢脸？很没有公德心，沿路的乱丢垃圾，而且有时候来讲的话，有时候随手丢的也很多。进前太平区136线沿道拢是粪扫，日本作家嘛捌翕影片来关心。这摆轮到通去新社的东山路红点名，环保局讲东山路沿道装的监视器，统计对2022年到今，已经处理29件的违规乌白蛋粪扫，拢总罚34800块。但当站牌遐嘛伫12加装2台监视器。本队已架设监视器，加强取缔，设立禁止乱丢垃圾警告标语，并依《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第1款规定开罚。另外，市府嘛伫站牌遐打警示的公告，讲若是乌白蛋粪扫，就会照废弃物清理法，该罚1200到6000块。记者综合报道。电视风上头，咱要来看蹦火啊。什么叫做蹦火啊咧？蹦火啊是一种为日本时代流传落来、古早时代咧掠鱼仔的一种手路，会用电土加水，加上会产生电土风了后，就会听到嘣一声，所以该号做是蹦火啊。因为伫北海岸，蹦火啊船掠鱼仔的情形是足加野的。不过，却因为现此时海洋的污染、甲渔获经济价值降低，目前咱全台湾敢若剩2只蹦火啊船。即马住伫金山的一个少年的会长简世凯，伊甲因兜的蹦火啊船改做是观光的形式，结合当地文史导览的活动，希望会当继续甲即个真特殊的传统文化继续保留落来。公司台记台青春来梦，拜六下暗7点半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感受金山蹦火的热情甲希望。鱼现在在右手边，要往左手边跳了。北海岸热人的暗暝，海中会当听到嘣一声，鱼仔就会出海来，游客嘛看甲欢喜甲。全台湾高只有的蹦火啊，互金山暗时的海面是光影影。蹦火啊是用电土加水产生热能导火，利用看到光就会随出海来的特性来掠鱼啊。这种古早掠鱼仔的手路，即马差不多已经失传啊。伫金山风港的富家268号，会长简世家为了不互蹦火啊失传，是真拍拼咧推动这项技术。咱即马呢，就是讲透过咱遮的导览吼，会当互人知影讲，咱不只看蹦火啊，会当熟悉咱金山的家乡吼，的文化是啥物啊？蹦火啊的实际呢是安怎出来？吼，就是让大家可以认识我们的在地文化。可以让我至少不用一直掏钱，这是你目前要设计的第一点。对，把所有的。那是金山在地少年人为了故乡传统的文化来拍拼，也有一群为外地迁徙过来的青年，希望金山的水会当更加多元。因成立社造组织“浪金山”，用 Podcast 来记录在地故事，开餐厅提供给少年人一个聚会空间，嘛按算要打造一个会当大的所在，互同款想要来这发展的出外人会当有一个暂时大的所在。所以咱一定要经营空间，不管是做啥。但是讲，咱想要做的不是一个工作室尔，嘛想要做讲有一个有餐啊，有饮料，会使甲大家沟通，会使甲大家培养感情，会使改变甲地方的关系。无论是在地，也是迁徙过来的，这群少年人透过行动，把金山的历史甲文化串联起来，用更加多元的方式，互北海岸的好山好水推广，互更加侪人知影。会当伫热人的时期，去金山体验蹦火啊，这个真有特色的文化。记者陈雅顺、连新维金山报道。来关心伫旧年白逝中华诗人林兴泰，伊是咱台湾下语言世代真出名的作家。伊的创作是超过1甲子的时间，嘛留下真侪真珍贵的文学作品。伊的一世人对咱台湾新史的推动有真深的影响。为着要纪念林兴泰，中华县政府专工伫咧八卦山的文学步道起一个纪念伊的亭仔，要来感谢伊对台湾文学的贡献。
去年过身的中华诗人林兴泰是台湾下语言世代的作家代表，一生对台湾新诗的推动有真深的影响。为着纪念林兴泰诗人过往1周年，中华县政府伫八卦山文学步道设立林兴泰的纪念诗亭，伫13节港举办结拜仪式。以前嘛是住伫八卦山吼，所以八卦山对伊来讲是真特别的所在啊，所以伊一世人拢伫中华，所以就是这是伊的诗作吼，伊的创作上重要的灵感的来源。那林兴泰老师出生在1920年彰化的一个北斗。那他曾经经历过语言的一个转变哦，变成台湾文坛中非常重要的跨语世代的一个作家。林兴泰细汉接受日本教育，日本战败了后，台湾和国民政府接收，伊的作品经历过语言加文化的转变。捌访问过林兴泰作家康元表示，老师讲过，上遗憾的是无用母语写诗，康元嘛特别用台语现代诗的创作来悼念林兴泰。日记是其台湾人的喙齿，和武士团赞同国民政府用普通的话对比咱的母语。你讲一世人上遗憾，无法度用家己的标语写诗。所以我伫首诗内底就是咧描写着伊有细汉啊编历史书啊，甲做现代诗的即个运动，像讲伊要哪甲咱台湾现代诗甲现代主义结做伙，所以是本土性甲现代性并无冲突哈。林兴泰的文学作品用现代诗来连接本土价值，表达出对台湾土地甲人民的感情。中华县立图书馆嘛规划林兴泰老师的主题册展，为现在开始展出到11月底。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今仔日天气啥款？天气玻璃在，咱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加24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2度。还有未来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